Hello， 大家好，我是国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今天的咖啡汤啊，唔但像我有好啉的咖啡，也系讲好食的点心，甚至于讲还有特别的主题啊、风格有新鲜的故事，但我有相当年下个。今晡日啦，我哋就特别邀请到台女仆的开一间新的咖啡汤，今天的工作人员两位清后生，有带年下嘅后生诶来到我哋节目现场。好好来同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咖啡汤是娘版的特别，里边有娘版神奇的故事哦，大家来邀请记得吧。首先，先来分享我们的柔心。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柔心。哇，分享哦。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自然。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女仆农工的自然。哇，分享两位后生年轻的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里面，哇，真的很年轻的。等一下，两位是不是都还是学生啊？对，我今年是大一新生，然后也才刚满18岁。哦，自然，你要军用吗？我是高2，然后现在才16岁。哇，更改后生呢？等一下哦，哇，两位都还是学生，你们就自己去开了咖啡厅，还是说除了两位之外，还是有一个团队一起啊？我们是一个团队，然后去经营这座咖啡厅。哦，你们刚刚有提到你们是一个团队，然后去做一个经营咖啡厅嘛？那本身你自己为什么会对开咖啡厅有这样一个兴趣？你本身是屏东在地人吗？对，我是屏东在地人，从小在屏东长大。那因为开咖啡厅的部分，是因为我自己在学校也有类似的咖啡师执照，然后包含所有的餐点，我们就想着，既然有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发挥，那就去使用。而且包含咖啡厅里面的内部也是我们一队的特色，所以我们就想着，既然有一个馆，然后里面有我们的风格，有我们的专长可以发挥的地方，好像不错，所以我们就想说去试试看。不是说你的那团队刚刚有听柔心这样子提到，是说，其实你们好像都是在同一个学校，而且同一个团体，就是一队的部分嘛。对，我就是想要让大家有一个空间，才开始成立了，有这个起心动念，成立了这个咖啡厅。那子恩你也是吗？也是你对其中一员，係咪？係我主題學校做個學生那個一般時間都是早上幾乎都在上課，下午一般利用下午或是週末時間、假日時間到一隊館幫忙，就是幫忙接客或者是幫忙送餐。沒有客人的時候會幫忙整理一隊館內外的一些環境整理，這樣。那當初為什麼會選擇說要在內埔的市中心這邊開這一間咖啡廳？它不是選在學校的附近啊，或是你們更熟悉的地方？因為其實在創立這間咖啡廳之前，我們就在想，因為不可能一隊就只有我這一代，一定是有之前的學長姐，然後包含以後的學弟妹。那活動也不可能只有一個，一定是很多個、無數個活動才可以建立起這個團隊。這個團隊可以長久經營。那有時候我們幾個人就聚一聚，學長姐聊天，就在想，我們到底用什麼方式去回憶這段的過往？那不可能就只是一張照片。那如果有一天我們想要邀請我們可能以後的學弟妹，甚至是很久以前的學長姐，想要聚在一起聊聊天的時候，我們要在哪個地方，甚至是哪個地點可以相聚在一起？所以我們就想着，那既然這樣的話，我們學校正好又是一個職科的學校，那包含不論是家政科啊，或是食品科，都可以學到這些餐飲。我們就想說，利用用這個專長去發揮，好像專屬於一隊的這個特色，好像不多呢，甚至是沒有。應該說全台找不到什麼幾間，所以我們就想說，那就來開這個。那包含咖啡廳裡面的運作，不論是從組合屋的建立，甚至是裡面的咖啡機、餐點的製作，是大家一起討論，然後可能誰對哪個比較擅長，包含水電這些我們都可以去做運用，然後讓以前學的知識也可以更鞏固。不論以後這間咖啡廳的結果是怎麼樣，起碼我們有一個更深刻的一技之長。那為什麼會選在鄉公所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一隊常常會去向外接很多表演，而且可是我們一隊又是屬於在三地門那邊。說真的，我們並不像屏女啊，或是就是其他比較像什麼屏中、屏女那些一隊那麼的大家那個耳熟能詳啊，所以我們只能透過不斷的活動去把它去讓大家走入大家的視野。然後我們就想着，剛好鄉公所也很支持我們，所以我們就也長時間跟鄉公所進行合作。
不论是元旦的升旗，或是乡公所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客家文化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做演出。然后我们有一天就想着，要不然我们跟乡长去联络一下，然后乡长也想着透过我们这个馆活络内埔里面市区的热闹度，所以就想着，那我们停车场里面就可以去运用。才会选在这个位置，刚刚好有在内埔的中心呢，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刚刚有听到荣兴说，你们是一个团队，然后就想要有一个地点，从一个一队的馆开始，然后后面变成衍生出变成一个咖啡厅，甚至于说在做这个构造这个咖啡厅的时候，它的硬体设备这些，除了你们自己做，连家长都一起下来会帮忙哦。哇，这是很难得的。不过，爸爸妈妈自己本身还爱好上的嘛，按人都卡家长谈到讲，能二开咖啡堂，他第一个反应是嘛个？就是有跟家长去做一些沟通，然后让他们了解我们要做什么，然后他们会从一开始的反对，然后到后来的认同，就是慢慢的去接纳，然后可以去让我们就是到后来顺利的去帮忙这样。其实上原本就是想讲这个还好上的嘛，就是还是顾好读书的本分就好呀。没想到讲其实还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将你们自己所学的一开始都开始接触到一个沙飞啦，同人用慢慢互通自己去训练自己的一些沟通能力，安呢就渐渐的也可以接受了。安呢，罗信，你们家里面也是一样吗？爸爸妈妈没有意见吗？一开始有，但是在很早之前，我自己就有过打工的经验。然后到现在咖啡馆的建立，其实一开始不仅是爸爸妈妈啦，其实包含里面的学校人员、老师、同学，甚至到内埔乡的乡民，他们都会想说，你是一个学生而已，而且你不是说你是由大人或者是已经有创业过的那个同事去带我们的，而是一堆学生，然后一个团队，只是一些爸爸妈妈知道而已。那你们要怎么去把这个馆经营起来？那你们用什么方式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这个馆呢？然后如果遇到困难，你们只是一个刚出社会的小毛头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有些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可是你不管是现在，你甚至以后出社会，你遇到很多问题，我总不可能打电话跟妈妈说，妈妈，我出问题了，你来帮我解决。那我就想着，既然遇到问题，我就要懂得学会去解决。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我去找个方式，甚至我可以去问朋友、问老师、问教官，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解决，不是说找一个人去帮我做。我不可能说，子恩，我这边出问题了，叫他去帮我，不可能的。对啊。然后所以在一开始家人的反对，到现在他们都会说，罗信，你们要去鱼队馆了？我就说对啊。他就说，那你今天有要做什么新的甜点吗？那像我自己，我们不是会有那种限时动态吗？对，我也会去把我今天做到了什么东西，或是今天的成果，去把它拍照下来，也算是另外一种的纪念。对，因为原本其实周边不管是爸爸妈妈啦，也要讲好高的欣赏其实大家都是好心，就是怕你们会一个忘记自己的本分，然后去受到伤害什么。可是大家后来也是认同说，看到你们这个团队自己展现了很坚定的决心那你们也透过这样子一步一步记录了你们成长，也是这个馆舍的构建，也让大家知道说你们真的有在努力当中。那我还听说柔心，你们这个空间里面还特地设计了个游戏间，是不是？对，是什么？像其实我说真的，现在家长不是会带小孩嘛？那很多家长最烦恼的一件事就是，我去了，可是我小孩要怎么办？我不可能把小孩丢在那边，然后我跟他们聊天，所以我们就专门设置一个地点，里面叫做儿童游戏区。那其实除了游戏里面，我们还有爱心书，就是可能有些人买了书，可是我看不完，我就把它放在那边，让我们可以有些家长可能看到喜欢的书或小孩喜欢，我们可以让他们带回去，这也是我们爱心书的功用。那游戏区的话，很多小孩就是去，我们又有帐篷啊，又有玩具啊，又有车子，然后小孩跑来跑去，然后而且我们其实不会说有那种很危险的道具，所以小孩子玩得很开心。家长每次都放在那边，然后开始跟他的朋友聊天。然后有些小孩是就不走了，
因为太好搞哎，太好玩了。对，太好玩了，他们就不走了。像可能从12点，小孩就一直玩哦，玩到真的很晚了。然后家长就说：“赶快回家了，你们还要吃饭，你们还要洗澡。”我不要，我要在这边玩。然后就一直玩。然后到后面我就跟他们讲说：“妹妹们，你们明天再来好不好？”然后隔天就来了。然后继续玩那辆车，不。真的归后呢，变成是说，我们单枪黑的咖啡堂，它还有包含了亲子的空间，可以让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息，家长也可以放心的来到这里嘛。对。观众朋友，也个咖啡堂，堂风呢真是归后呢，伊个空间包含了太阳沙，连森林呢也有哦。不过里边还有两版神奇的故事呢。休息一下，唔好走开哦，继续来同讲。观众朋友，我苏芳也比咖啡系咩清电影香呢？蛋糕系嘛个系美味呢？不过按电影香，其他个味道系样板呢，让人夹夹来吃看下先吧。哇，老师，有个咖啡系你自己做的吗？对，都是自己做的。哇这个拉花这么可爱，你们是怎么做啊？就是利用机器把牛奶打发，然后用一些可能小汤匙，然后不断去堆叠，然后再用巧克力这样下去画任何造型。你完成一个拉花样的咖啡啊，你会花1久的时间？如果说不包含要打发的过程下，我们希望是能够在5分钟之内，但是要求要稳，因为要端给客人看，那也不希望客人等太久。所以就是要稳，然后慢慢的去把它做成，之后再慢慢开始练速度。你要一笔这么可爱的一个拉花一个咖啡啊，完成之后，它可以维持多久的时间？如果说像天气像这样子凉凉的风的话，大概就是5分钟至10分钟都可以，那也可以，甚至可以到更久。可是像屏东啊南部的地区是偏热的，其实不论是牛奶，甚至是很多的食物，它其实在太阳的照射下，或是闷热的环境下，都是会融化，甚至是坏掉。有心，你要给咖啡啊，调到我刚刚按你试的时间，我真的觉得这个咖啡可以好喝，很顺，里面有贴配的种一点的苦啦，也还有一点的酸，就是酸跟苦的味道其实都还蛮平衡的。再加上讲，你要给拉花，其实它是有味道的，对不对？这个奶泡它是有一点甜味的。对，就是单纯牛奶的甜。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任何东西下，因为我们还是个学生，所以我们最知道说食品的安全跟它的健康，其实对不论是家长甚至是现在的我们都会来说比较重要。所以不论是牛奶，甚至是咖啡豆，甚至到现在的所有食材，我们最要求的就是健康。所以在我们的所有饮品的制作下，我们并没有添加所谓的什么，像可能现在比较常使用的那些色素啊，或者是奶精，没有，我们就是单纯就是纯鲜奶。所以鲜奶有的甜，我们这边都会有。不过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像抢高流行一下，一个咖啡，你们每一杯咖啡都这么大杯吗？对，每一杯咖啡，甚至不只是咖啡，我们还有可可，甚至气泡饮，全部都是这样子，都是这么大杯。那调到可能安尼拿出来制作单位拿本来时间，都说哇，也可以没咖啡吧，也可以秘鲁吧，这是啤酒杯的等级了呢。这样子拍照好看呐，女生不是喜欢这样拍照吗？自拍这样多好看呐，不然小小杯的。好吝啬哦，没有要大杯，豪华好卖真是能有一个想法。但是如果是那个一般人来讲的精品咖啡，可能都够升比啊，懂吗？除了咖啡之外啊，还有带了暗豆，全部某用的给润糕，就蛋糕啦、甜点这些。那有比较特别，我们可以先介绍什么吗？有心？这个问得好，我们刚好因为我们的甜点全部都是现做的，就是不定时会推出新的，因此上。我们的菜单其实不会说，今天可能有这个甜点，明天就会有，没有，我们会一直在做变更。那我们现在有个新出的，就是我们的凤梨酥。可是
凤梨酥我们一般里面比较知道就是什么凤梨嘛，凤梨馅，可是没有，我们是洛神花。我们甚至连外皮都是使用绿茶下去制作的，所以在很多人的眼中它是特别不一样的。哦，对，就会压根吗？对，就是那个就压根哦。对，那红红的话就是利用洛神花，我们自己下去熬成的糖浆，然后下去制作，所以这就是从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们从零到有，所以这个也是从面粉到糖浆到现在的形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下去做的。哦，啊，公安董啊，那很黑的咸水试看那心都在后生膜喽。哦，马上就来尝一口看看。公有洛神啊，这个是抹茶嘛，对不对？绿茶。对，那因为其实像客家人那边，像我们前面有讲到，他是比较喜欢重咸，可是他们对甜度要求又很，就是又不希望那么甜，所以我们在甜度上都有放低。如果说这个口味对大家都喜欢的话，那我们就找到我们最重要的那个想法了。对，真是。条条按呢，我这样子吃啊，真是给清雄的一个梦里搞雄米，但是呢，它夹带了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讲可能洛神是把酸米的那种感觉，酸酸甜甜，就不会怪甜，其实没有到很甜很腻口，真的跟一般的梦里搞某马 Q 用力啊，深海一其实在回甘那个嘴巴里面的时候，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比如说绿茶一点苦甘的感觉，但没有那么重啦，就是吃下去都还真的都是凤梨啊，同跟洛神的那种米。可是它像刚刚有很多种味道，就是可能甜啊、酸啊，甚至回甘。但是在越多的口味混合下，有些人会觉得，就是都好，可能单吃甜很好，单吃酸很好，可是它混合在一起，这个也不会说出让人有种无法形容的味道。就是它是一种很温和，就是有点像什么清甘醇的那种感觉。就是也不会讲互相冲突啦，就是讲染枪生的时间，我头都公司给皮的时间，往里搞的米都吃得到那种绿茶啦的一个味道，很多吃到内馅的时间，给往里的米丝，总给洛神的米丝有融融哈全部在一起吃的时候，真的是很顺口，而且真的像俺的肉年糕。唔好是甜的，真的可以吃吃看，因为真的不会很甜。再来还有一个锅贴呢？我们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柠檬提拉米苏，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甜点，我们应该是说很多甜点家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创新。那我们一般常见的可能就是巧克力口味或咖啡口味，然后我们又想到，刚好内埔有很多是那种农民，然后也会有柠檬。因此，我们就把它融入在我们的提拉米苏里面，就会有一种柠檬的酸酸甜甜，又不会说像咖啡的那么苦那么腻。然后吃的话配杯咖啡，哇，多棒啊！真是有时候按呢，譬如它真的有那个柠檬，他们跟柠檬的米头，调到一看它到的时间，我不知道。我们刚刚给结论稿，我在想说，这个为什么要挤一个奶油的，要不要把大家当狗，全部在这个小碟子里面，你知道吗？然后等你讲完，我再看一下，抽了吗？我们说是那个提拉米苏，可是我第一次吃到吃到这种柠檬口味的，吃惯了心后对，因为像其实我们的店内，我们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追求的是，我们希望有个特色甜点，像比如说有些咖啡厅我就主打提拉米苏，有些咖啡厅主打巴斯克乳酪蛋糕，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甜点不要跟其他人，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创新，因此我们想着那就融合在地，那我们就推出了柠檬的。那其实很多人来也会点我们的提拉米苏，因为其实我们的提拉米苏它也不会很甜，不像外面的甜度那么重，那我们的价格也是属于平价的，所以很多人来就是为了我们的提拉米苏。像我们有阵子有一个很大的订单，我们的也只剩柠檬口味，就是一直做嘛，然后做到后面只剩单一个。其实很多人听到就说就剩这个，那我不要。但每个人就是说好行，我要试那个新口感，因为每次的新推出品，他们来都会觉得怎么我上次来没有，这次来就有了，很神奇，然后就会想要再试一次。观众朋友，也给柠檬的提拉米苏啊，条条按的是真是像是给结论搞的部分啊，真普通不过吃到其他给蛋糕有柠檬馅的部分，真是像人家有香讲的呢，吃下去马上就有点酸酸不过我们酸到不规个人能救红了的那种感觉，它是一种很温和的酸。吃下去哇，马上在你的口腔里面融化，很舒服呢。假使讲调到按的皮也给加比嘛，失败富甜，加上也给酸味真的很舒服。对，按你除了你能做也给
用个头头颜色的也个鸡卵糕之外，还有嘛个个特别的，像当个个糊的，迄嘛个鸡卵糕啊。巧克力布朗尼。哦。那因为其实内埔除了柠檬，他们还会盛藏一个是巧克力，所以我们就把它融入在布朗尼。对，然后就是自己也是去做，然后去把它做切割，然后去不论去摆盘还是装饰，甚至里面的我们会一直不断做调整。哦，安尼有兴头都讲诶，迄女从人体制作有个鸡卵糕的部分嘛，啊，接下来啊，想强调一下子诶。前面有讲到迄种内从的部分啊，像你看按照模腔用的鸡卵糕啦，也係講甜點，有個人客我同特別反映講，有個特酸，有個特鹹，有遇到安尼個挑剔嘅人客冇？有啊，就到有個年輕人，伊就唔下個米，啊就會同我哋講，啊我哋就有想辦法去幫伊做一些。调和，然后跟他做一些改变，啊，我哋就可以同伊哋讲啊，也个可能冇办法去调整啊，伊哋就可能唔合适也个米，就会同我哋讲安尼。安尼自然自家有印象吼，过程咧就讲。替白做一个外从的工作的时间啦，有没有让你比较感受到，可能影响过什么挫折也好，或者是你还同回馈讲，肯定你的那个工作的有冇这个？就有几多个人客就非常就很赞同，就是我们做这些就是甜点、咖啡啊，然后都有跟我们。去分享，或者是说可以让我们就是有其他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怎么去对外宣传，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东西变更好吃，那我们都有去听他们讲啊，就是有把这些方法，比如说记下来啊，就是可以去做一些配合这样。如果今日还会同人肯定啦，吼，顺沙也会讲同人建议这些回馈，人也会寄放嘞，天天的一步一步的改善你的，不光很外从的工作，也会讲内从餐点的制作这些都会嘛。你们会有想到，你们这个在做一个咖啡堂，你们有做制服吗？之类？就我哋有一个围裙，啊，我哋边方有我哋个 logo，啊，就看起来归。卫生，这样就看起来比较卫生，然后就也有我们的品牌这样，对。第二讲有的传统啊，给人也爱讲咖啡堂，他们会有推出这所谓的主题日或者是一些会特别讲有穿制服等等，你们会特别讲，你们公众人员全部大部分都是一队的嘛，你们会穿着一队的制服吗？会，就是因为其实一队的制服它就是普通的衣服，那如果说像我们可能队内有什么重大活动。像之前我们有跟华山基金会做合作，那些关怀老人家，或者是我们之前对馆内也会开设什么开幕仪式啊，军队的开幕仪式，我们也会统一一个衣服，那这样看过去就会知道这是内埔农工的，或者是这是我们专属于我们一队的。那其实，在一般我们不会规定说你一定要穿着一队的制服，或是你一定要穿着什么衣服。那我们就希望的是，在这个环境内，在我们这个工作的环境下，大家可以比较轻松一点。但是轻松归轻松，我们一定要保留原有的那种基本的素质、基本的要求，不论是出餐的，或者是你在穿着，或者是你的表现的、说话的态度上，这些其实都是出社会以后要学到的。只是我们利用这个馆，提前类似体验社会上的那种生存环境。那也讲，你刚刚就开始在做一个社会的实习了，而且是真实度很高的实习，然后哇，观众朋友，有些嘛同自然给人做一点心，真是过于好顺的，加上那咖啡。不过除了安尼，今日还有参加几多的活动，今日的活动底部有用版的内容呢，休息一下再来同大家好好分享哦。
前面堂嘅两位后场朋友来分享讲，今日用办顺利也嘅咖啡堂，甚至于讲来做好事嘅甜点也条之外，我还听到嘅今日会参加上提防嘅师傅来协助一个发通哦。今日到底用办嚟协助一条发通呢？让人继续来请教佢哋一下吧。有幸条都有讲到啊，你们会去参加地方上的活动啊？我有听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你们有参加一个华山基金会给人的发通啊？那可以说跟大家说明一下，你们是怎么参与这些活动，又提供了怎么样的协助呢？因为在一开始，其实我们馆内环境其实大，而且前面又是停车场，所以在举办活动都很方便。因此我们在之前也有提供毕业季的那些可能同学聚会都可以来。那在后面有一个华山基金会的姐姐过来，她就是邀请我们，一开始是要邀请我们一队想要进行表演，然后后来他们就说也要再找一个地方，可以让那些老人家他们可以过来，可能一起做个甜点啊，或是一起聊聊天。那因为那次的活动正好是因应父亲节的那种独居老人关怀活动，然后就听到我就想说，我们馆内其实就可以。然后我就说，那我们不如我们来商量看看，就是看我们可以怎么配合，或是你希望是怎么样的环境，或是希望怎么样的摆设，然后甚至是表演，甚至是活动，我们都可以帮你一起做处理。然后在不论像有些人讲说，活动我最谈比较直白一点就是钱。那其实我们这次我们想的是华山基金会，它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做很多公益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不一定就是做任何事情一定要为了那个钱的事情下去做，所以我们讨论过后，我们来做一个公益。那这个公益的话，我们就是我们可以无条件，比如说像我们也是带那些阿公阿嬷，然后透过一些活动让他们学习去做甜点，让他们有事情做。然后华山基金会他们就派一些可能理头发师、按摩师那些，然后我们前面的广场就是让一队去表演。所以等于那次的活动，在我们一队馆内所举办的部分，就是在甜点上、在场地上、在表演上，我们都可以做提供。那这些我们算是一个做公益，然后不要求说一定要之后面要他们带什么很多东西来，没有，就是一个公益，然后让大家知道，其实也是让我们学生知道，其实在做任何事情，不要求要讲人情，不要求一定要讲到钱那些，反而是你去帮助别人，也会是一个不错的经验。条到唐友贤安的分享啊，也可以发通唐后的归闹年呢。那这样子也的阿公阿婆啊，他们来到这边参加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轻松轻欢喜啊？很开心哦，因为难得可以做这个甜点，又可以看到这些表演。对，那时候我其实觉得阿公阿妈超可爱，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我带他们去做甜点、做饼干，然后教他们怎么制作压图形。那些阿公阿妈做到不想离开，我就说哇，阿公阿妈怎么那么可爱？然后加上我自己学的系列那个专业，我会觉得哇，好有成就感。然后看着阿公阿嬷，因为我们自己有阿公阿嬷，所以看着哇，很怀念以前那种跟阿公阿嬷相处的时间。因为更加也是咖啡馆刚开始嘛，所以某一天能跟华山基金会啦，跟天蓬松继续来这个公益性的活动，继续发展下去，就变成你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特色。大家都会想要来到鸦片体验一下一个亲贴俗又亲温暖的一个感受啦，对不对？再下来继续来强调一下自然，除了一个咖啡堂啊，其实最主要条都有讲，你们的主题是二队嘛，难得你们两位有一个实际的经验，马上想要来请教一下。自然这么跟董事啊，有按到的沙腾，我想要来参加一个二队啊。因为我想讲我高中毕业以后，就想讲去做兵啊，就想讲先进下二队来磨练一下，安尼就多提早先熟悉一下，就是军队一些里面的一些就是规则那些。对训练啊，用把一些感受啦，不过讲到一个训练，大家都唔是讲二队啊，给人看表演一个操枪啦，要很帅嘛，对不对？都在用把一训练，自然可以同人小解一下嘛。基础开始，基础就我哋都刚进去一队的时候，我哋一开始就会做个仪态，就因为我哋就表演嘅时间会待命啊，就。往迄有人会看，就我哋待命嘅时间就都唔可以动，就
我的眼神还有眼神会坚定啊，就练压重啊。操枪的话就是学长学姐都会教啊，我们就是下课的话也会自己多练习，就是多练习多做，对，多做多得。那既然我们就是多练习了，那我们之后巩固之后的枪法就是变得跟现在一样，就是变得很动作就是很利落。对。哦，安尼撒下来有心，有心。你在什么耶？从谁来某 Q 用嘛？那当时你这个一个小女生怎么会想要加入一队呢？我加入一队的那怎么讲？很巧遇啊。然后就是不是会有那种新生训练嘛？一上去就是学长姐会宣传嘛。我就觉得学姐很可怜啊，我又不敢跟她拒绝。我想说，那我就进去。对，就这样进去了。然后我进去之后就想着说，那我不要操枪，我想要当比如说后辈的，可能说经理，帮忙大家可能做幕后的事情。然后进去的学长姐就先跟我们说，不要想着先做轻松的，一定要先让自己知道自己行不行。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去试。可是我还是想着，我想要当幕后的，我不想那么累。操着，我就突然我就过了，我就变超枪的。然后超枪中间还因为我有一些之前的体育类，我之前也是学体育的，那有些顾及，就是一些伤，我无法去学习到很多的动作，所以其实在学这些东西上，我会很崩溃，就是为什么我都学不起来，而且我比其他人早上场，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做到，我做不到？然后就会哭着来打电话跟妈妈说：“妈妈，我不想练了，我要回家。”每天晚上都在打，然后妈妈就说：“啊，就开始跟我讲。”妈妈也不会说我就让你放弃，她还是选择她相信我做得到，啊，就继续练。然后练着练到后面还因为受伤，就说我不太想操，会害怕。然后就莫名其妙我就撑到现在，甚至到毕业。哇，很巧合。真的，因为缘分啊吼。不过能谁来谁会拿操枪的那个枪啊，都共用吗？重量都共用，长短那些我们可以变化吗？我们的枪支其实对比其他学校来说，相对的比较重。因为我们是美式学仪枪，那其他学校的枪就是可能木头，它重量会比较轻，而且我们的枪支其实很高，因为我们的枪支它其实是有重量的，它大概是这个是男枪，我们还有一个是女枪，那因为像这些刺刀啊，重量它都比较重，那这时候我们就叫我们的现任的装备长来跟他做一下枪支的介绍。好啊，自然这也跟迄谁来用的嘛，啊，谁摸会割断系咪？嘿，就。伊连个枪个琴啊，不过外头个枪个刺刀外头那个拢共用啊，不过因为外头个枪全名叫做 MAS1，就是速钢枪。对啊，就是我们表演的时候或是练习的时候，都会用这个去做练习跟上场表演。我吃甲就用牙个练习，也用牙个啊，嗰时候其他个重量差不多一重啊。就我的男生的枪差不多3.5公斤左右。哦，喂，我之前有谈过讲，人家分享啊，一般的军队吼，可能在训练的时候有一个要求说，你的那个操枪在耍枪的时候可以转啊，也还讲耍枪耍一球，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吗？我们就肌耐力训练啊，就是看就是。因为我们练习之外会有一个就是小比赛，就是里面的学长跟学弟，然后我们就是看看谁转枪可以转最久，或者是谁做一些特技比较久这样。你可以转一球啊？就是如果是转枪的话，可以转200多下。哇，200多下也算久了呢。有赢哦。我是比较轻的话，大概100下。那算一朵哈。臂力不太行，有点力量不够。不过雅哈莫言的比较严肃的问题，有在训练或者是那个表演的过程之中，你们有掉枪过吗？一定有。那个掉枪会有什么样的处罚？如果说是对比之前的学长，就是我们每一代的队长，他的带把方式都不一样。像可能以前学长姐他要求就是你一定要做到最好，或者是我希望你做到最好，而且我们一定要
拿到很高的名次。那像以前我们的吊枪可能就是下来就是被骂，或者是做伏地挺身。那一部分也是其实也是希望告诉自己说，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枪是我们的第二生命，因为安全是第一生命嘛，然后这个是第二的，那就是在我们希望不让他去伤害他，因为我们深信一个枪有一个叫枪神，其实每个东西我们都会有去信仰他的一个部分，所以因此在训练上或者是在表演上，在比赛上，我们都希望能够不要做吊枪，然后一部分也是因为你在做这些枪法的时候，再加上我们有这些刺刀，它有些是会开封过的，有些是磨过的，它其实会有一定的受伤性。所以如果在没有听从学长姐的指挥下，你去玩它，让它掉下去，那我们不能够保证说这把枪会不会伤害到你自己，甚至伤害到别人，因为这个受伤并不是一件小事，它不是说简单的擦破皮。对，所以在这些吊枪上我们会很要求。所以不但枪黑台也给表演，然后平常的训练就已经在注重，因为要给枪你的那个装备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也是顾及到大家的安全，所以你能将那个你对平时的训练呐，比赛也搞有这些的经验跟坚持，同样的精神带到了现在这个仪队馆这个咖啡厅上面，对不对？你能平时得到堂能分享，哇，不管是接待啦，也功能做要的调调啊，或这些互动等等，其实你们都把之前在学校后高的仪队要的训练的这些精神，后中这也好，未来的也好，那个学弟妹也好，你们都把这些精神带到这个咖啡厅了呢吼。对，哇，观众朋友，要跟二对馆，要跟咖啡堂啊，真是贵贴片呢。没想到来一片，是也在咖啡，是一个好食的甜点，还可以谈到有关要跟二对的故事哦。真是当忙贴片呢。假使讲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女仆的CB 咖啡谈给人来讲故事哦。今日再一次感谢俺们有幸从自然带来安精彩故事，从好吃的甜点哦，多谢人。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内埔找我们一起喝咖啡、吃甜点。好哦，大家记得同人支持以后，更加加甜甜欣赏，俺们来运动一下吧。希望俺们福建来节目嘅朋友，记得点赞、听客家电视台嘅频道，顺便记得分享出去哦。